来拿白这个第二届的政党协商地点是经理的马英九基金会。基金会执行长肖玉银早起还未10点，就伫楼骹来迎接。郭文泰上早到位，侯友宜甲朱立伦的内裤带讲暗藏玄机。不过有人来压料，讲这个基金会执行长肖玉银，伫评出着全面调进前，11月初2到初5有去北京3天，佮甲国台办的主任宋德来会面。肖玉银是来背会讲，伊是去参加国际论坛，并无见任何国台办的人。也未到10点，马办的执行长肖玉银就亲身来到1楼，等待朱立伦、侯友宜甲郭文泰。看到是侯友宜。拿被第2遍会面，到伫马英九基金会。肖玉银一个握手，展现地主支持。郭文泰和侯友宜两位主帅马拢调工提早到位，清查嘛有特别讲过。内阁带分别是拍蒂芬尼色水和浅蓝色水，西人嘛拢有带布条来现场。这个会乐观吗9点58分，伫发言人陈志涵、秘书长周如修，也有警办顾问林有志陪同之下，郭文泰大胜到位。不到1分钟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也有后办的发言人陪同。落杯会面，这个时阵马英九才出现。再来是副秘书长考虎，后办的发言人黄祖铁，副执行长谢正达，国民党文团会主委林宽珠、张俊廷，也过这个办事说未舒适，心理有病。肖玉银被押出大河访问中国迄3天，佮参加北京钓鱼大宾馆一场论坛的活动，相片佮互放起咧官方的媒体。洪声讲，佮有韩国台办的主任来见面，完全跟台办办的什么活动交流完全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也没有见到任何台办的人士。但是这是一个乌龙爆料。陪会讲无这件代志，爱拿赢，唔通家己人拍家己人。我本来以为是绿营的抹红哦，没有想到是发现我们自己人的一个模仿抹红的一个行径啊。伙伴的同仁哦，有说什么是台办，我想我也替侯市长感到很委屈哦。是不是请他们这些同仁要恶补一下两岸的一些尝试？拿被第2遍会面的关键时刻，包括着中国介入选举的记录，嘛搁再引发着拿赢第一个风暴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